伫咱台湾的山区有一种食灵类的动物，黄叶麻，就是麝香猫。即马因为开发的关系，农业部有去调查因上新的位置。即马根据调查发现讲，伫海拔1600公尺的所在，头一届发现，最近佫发现讲因敢若集中伫海拔1750公尺以上。即马看会出来，即款黄叶麻的族群有向较悬海拔的趋势。 暗时才出现的动物鸯鸟，真罕的伫日时出现，而且有看到。台湾本土的鸯鸟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，大部分的人有听过，也毋过毋捌看过。研究人员伫107年看到翕相机互伊弄倒的画面，有时开始研究。他跑来闻我们的相机，然后把我们相机撞歪。为伫高雄的电机研究中心，对100年开始选定样区来架设红外线自动翕相机。103年头一摆发现伊出现伫1600公尺以上的所在，112年了后，甚至发现伊更加定定出现伫1750公尺以上的样区，显示伊的活动范围可能正伫转移，往更加悬的所在传去即进行，推测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因为人为的干扰变较大所造成的。 人为的干扰一些游荡动物它的一些影响，然后迫使它或者是促使它往我们这些地方移动，因为我们这地方其实几乎没有人烟，它生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害羞。最近10年来，电机研究中心伫1500到1800公尺。 每年都有发现鸯鸟的活动，研究团队又讲，鸯鸟毋那是经过，而是已经发展真侪小小族群。研究也发现，台湾鸯鸟无食咖比豆，主要是食虫啊，也吞草拍虫。翕相机也翕到鸯鸟伫食一些鸟鼠，2口就吞下去了，就离开了，可能是比较紧张型的，它就吃了就跑。 鸯鸟虽然叫鸟，也毋过毋是鸟，分类属灵鸟科，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关键作用。不过，伊相关生态甲分布模式，依然爱继续研究。研究团队讲，尽管伫电机的样区出现指数算讲悬的，不过伫全台整体数量恐惊也伫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